布拉伊见那么不要，美洲族语，阿加伊杜鲁伊独组，巴岛，迪利亚斯，扎比，嘎亚尤，可以请你解释这3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吗？第一个巴岛是太阳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日子，也可以说天。然后第二个就是 Dilias 是指月亮，然后现在也是说月份的意思。第三个 Zavi 原本的意思是指雨季，也就是汛期，然后现在也是被引用说是年跟岁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理解一下，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，不说大嘎到旺啊。从这次的月圆到下次的月圆，不说大比亚桑啊。从这次的雨季到下次的雨季，不说大扎比亚啊。卡亚尤，比当啊苏扎比。Lusanga Polo au Zavi Juap Bidang Sunzavi Dia大波罗昂啊萨乌塞呀乌能啊乌扎比。一嘟噜伊大家爱，马萨鲁。